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0年7月1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红绿市场。大家也知道，最近红绿市场在上一周经历了黑色星期四、黑色星期五这两记闷棍，让很多对未来充满期望的金融消费者一下跌入了这个盛夏的冰窟窿里面。有很多网友他不听劝，非要去以身入局，非要去试一试。那这里我也不多说了，我今天要介绍印度。咱们继续要聊印度啊，看看印度资本市场为什么就不行？它为什么不能成为全球资本市场的压舱石？不能为美的指明方向，不能为全球资本市场引领一个新的未来？为什么？你听完这故事啊，你就知道印度的资本市场为什么不行，印度的老百姓为什么不能去炒印度的资本市场？大家还记得吧？在印度2020年5月份，印度的监管部门呢，对琥珀控股和天津证券等跨境券商开出巨额罚单。这个琥珀控股和天津证券也是印度我为什么说也这个是顺口，没有别的意思，大家不要联想。它是印度一些互联网巨头参股的券商，专门把印度的这些金融消费者给他引导到斯里兰卡或者引导到别的地方或者美国去炒股。有这么两个券商叫跨境券商。2020年5月份，印度监管部门对这两家跨境券商开出巨额罚单，把你在印度开展展业以来，因为都是非法展业嘛，你在印度展业以来所有的利润全部留下，完了还2倍罚款，摸1罚2，好像是这样的。那这个对天津证券和琥珀控股，那肯定是一记闷棍，这闷杀。但是天津证券和琥珀控股，它在美国它也是上市公司啊，结果就有神秘资金提前至少半个月开始疯狂买入天津证券和琥珀控股的看跌期权进行做空，以极高的财务杠杆卷走超1亿美元的暴利。大家也知道，这个美的的资本市场它是个腐朽没落的资本市场。为什么叫腐朽没落？他看不惯别人这么赚钱，这个在印度只是小儿科的，赚钱那人家来就是赚钱的，你管人家奶路神仙。但是他美的他的资本市场就不行，所以说他眼红嫉妒，一看有人赚了这么多钱不行，马上要查，引发了美国最大期权做市商之一的强烈反弹和司法诉讼。2020年5月22号，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联合7个部门发布联合公告，宣布对非法跨境炒股行为进行严厉整治，琥珀和天津面临合计约22.6亿卢比的巨额罚没，并要求全面清理印度境内业务。消息公布当天，两家公司的股价应声暴跌30%。但在处罚正式公布之前，大洋彼岸的期权市场出现了极其反常的资金异动。早在5月7号开始，两家公司的股票的短期看跌期权交易量突然毫无征兆的大幅飙升，就是看跌它，行权价被设定的远低于当时的市场价。这还不算，前面是小火慢炖，慢慢的下看跌期权，后来是越来越多，直到5月21号，就是监管公告公布的前一天，内幕交易达到了高潮，也就是这个公告前疯狂的下注。一名通过天津证券开户的神秘客户，在5月21号以仅仅2万美元的本金买入了800张，次日到第2天就到期。如果第2天没有到期，那就没有达到他设定的价格，那他这2万美元就没了，清零。买入800张次日到期的琥珀看跌期权，行权价102.45美元，而当时的股价是123美元，也就是要跌20%。第2天他就赌他第2天跌20%，如果第2天不到20%跌的，那么他那2万本金就没了。你说精准吧？结果第2天天津证券暴跌，这笔期权价值瞬间飙升至169美元，169万美元了，一夜暴赚80多倍。而另一名交易者在同日，人家就是本金更大了，人家投的是12万美元，买入2000张类似期权，最终套现高达800万美元。这真的是仅仅是2个账户。统计显示，在这场精准的做空风暴中，涉案的神秘资金累计买入超过20万份短期看跌期权，总获利超过1亿美元。
大概是1.37亿美元，那就是差不多如果换算成人民币那就10亿人民币。也就是这些期权交易属于高风险高回报的极度不对称下注，如果没有确凿的内幕消息，普通投资者无异于自杀。作为这些期权合同的对手盘，他们有你看空就有人看多，你赚的这种交易是零和博弈，你赚的钱就是别人赔的，那就意味着美国市场上有人有机构或者人赔了10个亿人民币，那这赔了钱的人他肯定觉得亏啊！你怎么这么神奇？你怎么这么准？你有天线是吗？你天线难道连着孟买海里面是吗？作为这些期权合同的对手盘，美国最大的期权做市商之一的海纳国际集团损失惨重。2020年6月29日，海纳国际集团向美国纽约曼哈顿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控告约上百名涉嫌内幕交易的匿名交易者，上百名，那不是一个两个啊！印度的那些金融消费者还在那傻傻的在那儿看英明神武。这个时候已经有好几百内幕交易者，已经知道内幕消息的人已经在美国大肆出手，大收斩获。随后，美国法官发布了临时限制令，下令紧急冻结盈透证券、琥珀、天青旗下部分涉案的相关账户，禁止其转移收益，并允许向券商发出传票调取持有人身份。这个美国的法官这就事儿多了，开始作妖了。他把人家券商这些涉嫌内幕交易的，把人家账户全冻结了。冻结完之后，向这些机构、券商发出调查函、调查令，就让他把这个账户的所有的交易信息给交出来，持有人信息都是谁？你这不是小题大做吗？对不对？你在印度的这都是家常便饭。所以我觉得美国它那个制度是没落的，走下坡路的。这个海纳国际在起诉书中提到，多达78%的异常看跌期权集中在盈透、琥珀、天津3家券商的账户中，而这些券商正是印度投资者最常用的跨境交易平台。那么，根据彭博社报道，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已对此案开展了内幕交易的刑事与行政调查。那么，这笔巨款的主人究竟是谁？这1.37亿美金、10亿人民币都是哪些人赚了呢？内幕消息又是如何泄露的呢？根据目前司法进展和媒体报道，主要有以下几个线索和推测。现在还是推测。根据这个海纳国际在起诉书中指出了2类潜在的内幕泄露渠道：一是券商内部人员，琥珀、天青的内部管理层或核心员工，在公告发布前与监管机构进行磋商和沟通时，提前获悉了处罚和严厉程度和具体时间节点。也就是印度的监管部门找这2家券商谈话，肯定先约谈呢，约谈呢肯定很严厉，说要处罚啊。具体处罚措施时间虽然没有定，但是肯定是有的，这回逃不了。那这2家券商呢回去一开会，那不就向高层传达吗？一传达肯定有人就知道了。那这一波人有可能是泄密者，是内幕交易，这是一部分。第二个那就是监管系统人员，提前知悉7部门联合执法行动的印度监管系统内部执行人。这个还仅仅是海纳国际在起诉书中的怀疑与单方指控。目前美国法院尚未对此做出最终的事实认定，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市场上早就开始传言了。为什么？因为你10亿这么大的一个巨额资金被美国法院给封控了、冻结了，那而且这个账户被冻结啊，那账户里可能还有其他的钱，就是他的本金，他一大堆，对不对？一把给冻结了，那这个损失不仅他的收益10个亿被冻结，他的以前的本金也被冻结。那这些人他就觉得冤，他必须出来应诉，是吧？要给自己讨个说法。所以在账户被冻结以后，有一家机构通过律师向美国法院现身，并申请延期应诉，理由是该机构位于印度，需要时间审查。根据美国调查，美国的 SEC 公开信息发现，根据美国证监会信息，一家同名的孟买公司由印度财政部，记住了，印度财政部前高级官员罗汉·莫克吉以及前黑石高管阿琼纳尔共同控制。
印度的财政部的一个前高官，跟黑石，这是华尔街资本是吧？前高管，他们共同控制了一家资管公司，这家公司它的很多钱被冻结了。案件初期，坊间曾传闻涉案人员包括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的前首席投资官辛格，但随后遭到其本人的公开否认。那有人就说了，那美国法院他怎么查的？他不能把所有的做这个只要做这个天津证券这两家券商的做空的都算是吗？他不是。美国的法院6月29号签发临时限制令，也就是本案被告范围，那几个海纳国际是吧？所有的都告了，但是美国法院他做了个范围限制，你不能无限扩大是吧？被告的范围界定2020年5月7号到5月21日期间，也就是应该是2个星期，通过盈透证券、琥珀证券和天津证券等券商买入琥珀控股和天津控股短期看跌期权的所有个人。该限制令将短期定义为购买时距离到期日不足30天的。你所以这种交易的都是高度怀疑，先把它给把它冻结。所以这起因印度整治违规跨境炒股引发的美股期权抢跑交易诉讼还在持续扩大。继美国期权做市商海纳国际旗下公司对若干身份不明交易者是谁我不知道，我先向法院告。你看，所以说美国它就这个制度就不是我一次批评，它真的很腐朽没落。原告他告谁他都不知道，他跑到法院去告，他就发现告谁，他告的是叫身份不明交易者。总之就我给大家说一下，海纳证券他自己吃亏了，他赔了将近10亿人民币。他赔了，他也不知道谁把他钱给搞走了，搞不清楚，人家立马就去法院起诉什么？起诉这个叫身份不明交易者，我也不知道谁，反正他们提前看空做空，后面果然几天之后，这两家券商就出现了利空，是吧？黑天鹅事件，好，这些看空做空就赚钱了，那我们就赔钱了，那这个钱，这些不明交易者把这钱赚走了，我跟法院起诉，让法院替我主持公道。你说这在印度那是不可能的。印度你就明知是那家上市公司干的坏事，你去告都告不了。他让你找证据，让你这样让你那样，你这基本上你就算了吧，那这官司不就没有了吗？天下不就太平了吗？但是美国就不一样，美国所以说他那个法官就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说你原告你不知道告谁是吗？法官他知道告谁，他马上划定一个范围，看跌期限在30天之内的。是5月7号到5月21号之间买的，你都是管理是，反正把这名单拉出来，让券商你给我拉出来，这些都是被告。所以我觉得，如果一个国家要这么整，那这国家不乱套了吗？所以你看，美国它就是乱糟糟的，它有斩杀线，果然名不虚传了。你说在印度它就没这事吗？好，那今天据一家印度媒体报道说，现在这个神秘人物浮出水面，神秘人物他否认澄清。我们先看那印度的资管机构不说了吗？我那得推迟，因为我们也要时间去了解，因为我们这公司在印度，也不是在美国，是吧？这玩意儿跟印度财政部高官还有关系。好，由于该案牵涉到印度监管部门的公告发布节点，印度证监会随后对此事做出了正式表态。证监会表示，正在密切关注和相关诉讼进展，针对监管内部泄密的猜疑。证监会特别强调，监管证监会系统及相关联合发文的部委都有极其严格的内部控制和保密制度。也就是说印度的监管部门出来说我们没问题，我们是不可能泄密的，因为我们有严格的控制和保密制度。那言下之意就是，是这些券商内部泄密。刚才说被冻结的印度这家资管机构，那么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公开资料，有一家同名机构指向了一家孟买的公司，这家公司2名创始人中，一个此前在印度有公务身份，也就是印度财政部的，一个是跳水巨星的老公，另一个是黑石的前高管，他也是某著名女明星的老公，都是印度的家喻户晓的。尤其那跳水皇后老公还姓梁，一查就知道这人背景很深。印度的媒体有一家媒体叫财讯网，大家知道，在印度这家财讯网，它是以经常报道财经领域的这些内幕深度文章而著称。
主管是个女的，听说背景也很深啊。那根据这个财讯网啊，他挖出来的，但是啊，这些人都否认，说只是巧合啊，同名同姓的人很多，巧合。另外这个又被挖出，因为他不是100多人吗？好多人呢，陆陆续续不就挖出来了吗？又挖出来几个人，反正都是印度的名字，大家知道不知道也无所谓，反正你就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这个又挖出来几个人，恰恰是印度某知名头部券商。你想，印度的知名头部券商，他的高管，这家财讯媒体记者啊，跑去找这个高管，因为名字一样啊，找他核实，说这是不是您？他说巧合，只是重名。当记者求证了以后，在该券商内部还有一个人的名字也跟着一样，也姓宋，是吧？印度也有姓宋的，这个人也很出名，在媒体上都能查到。为什么？他曾经高价购买豪宅，被称之为印度的盖茨比，而他的父亲就是印度著名的牛散桑杰松家。目前新闻只是爆出了冰山一角，最终的裁定要由美国的法院来公布，也就是这个里面还有其他人，这名单到时候美国人会公布的。美国法院他不可能保密啊，因为美国人他脑子他比较简单，他没有那么多弯弯绕。那这一公布，那很多媒体跑去看，那印度的很多高官这关一完，那就兜不住了。讲到发生在印度的这一幕，我又想起了西游记这个里面有个叫金河龙王，这个倒霉催的，被魏征不是梦游下棋的时候走神了，把那个金河龙王给斩了，大家还记得吧？听过我讲西游记的是吧？西游记他那个金河龙王啊，他为了给不是有一个算命的姓袁的是吧？叫什么名字不知道，那算命不是特别准吗？这个金河龙王呢，为了给算命的人姓袁的拆台是吧？他就跟袁守诚打赌，你不是厉害吗？你不是会算吗？能掐会算对不对？那好，你算算什么时候要下雨。结果袁守诚未卜先知，他算出来，实际上他不是算的，他知道，他看到了监管部门的文件，早已提前得知玉帝啊具体的批文内容，什么内容，什么时候下雨，下多少，在什么地方下，说的这个批文都是很清楚的，说的一字不差。也就是他其实他不是算命的，袁守诚他是内幕消息。他知道这个内幕消息之后，结果那个金河龙王啊倒霉催的跑去问他说，你不是会算命吗？你给我算算咱们这儿什么时候能下雨，下多少。结果袁守诚立马就一说，因为人家知道内幕消息，这不就是相当于做空吗？打赌啊，赌约。这个金河龙王他不以为然，好，我给你打赌，你要说对了，那我怎么着？你要说错了，你赌约。结果金河龙王接到这个天庭正式的圣旨，就是处罚通知书的时候，大惊失色啊，发现袁守诚的预言竟然完全吻合。为了赌赢这场比赛，获取自身的利益，金河龙王铤而走险，利用职务之便，在执行任务时改了时辰，克扣了雨数，没下的那么多，把时辰也变了，这样你袁守诚不就输了吗？结果这个事情让天庭知道了，你金河龙王敢克扣雨数，犯了死罪，要被天庭砍脑袋。那天庭谁来干这事，对不对？所以天庭派魏征首席执行官兼主审法官魏征来斩金河龙王。那个龙王好像就跑到唐太宗李世民那求情，李世民一听，那我也没办法，李世民就想办法把魏征给拖住是吧？比如说他明天午时斩，李世民开完会之后上完早朝之后，把这魏征就留下来了，陪我下棋，我们俩边喝边下棋。可能魏征一想，我这边有事，我操，但是他也不能明说，对不对？他就魂不守舍，就后来就没办法，皇帝让他下棋怎么办？两人就在下棋，结果下棋的时候魏征就走神了，魂出窍了，是不是？就那么一会儿功夫，把金河龙王给斩了，斩了之后再回来。我记得《西游记》里玩这么一出，所以这个《西游记》这个故事里面，这个玉皇大帝那就是监管机构，神机妙算的袁守诚实际上就是涉案的内幕泄露者、泄密的。这个疯狂下注的神秘资金，实际上就是这个金河龙王，就是在美国资本市场做多的那批人。他认为首先他们厉害是吧？资本说了算，我们做多，结果遭到人家做空袁守诚神机妙算。现在这批资金跑来叫屈，说来说去不就是《西游记》里面演的吗？《西游记》早就说过这个故事啊，在印度不叫事，反正《西游记》也是到印度去取经，没毛病。但是印度的这些泄密的人、内幕交易的人，他误判。什么叫误判？就是你这一套，你这么玩法，你在印度可以，你得在你的管辖之内，
你的权力就那么大，你的权力不能越界。你现在比如说那个印度的泄密者，这个内幕交易的人，你跑到美国去，美国也不归你管，所以容易出事。你这一套在印度玩随便，谁能管得了？但是你把这一套你搞到美国去玩，对不起，露馅了。因为美国人不太好通融，因为人家不看《西游记》，也搞不懂这个弯弯绕绕的。美国人一根肠子通屁眼，你怎么弄？所以你这一下就露馅了，这就玩过界了。你把在印度这一套你搞到美国去，问题在这儿。所以呢，我们要就是说，那这个印度的这些泄密的人，他们不知道这些吗？他们当然知道，他们也知道。那就是他们那知道为什么还跑到美国去搞？一个就权力的傲慢，因为他在印度他搞习惯了，路径依赖，权力的傲慢，认为这是还这点多大点事，摆得平，大意了，大意。第二个，说不定他们以前还干过，对不对？都没事，那这一次难道就出事了？以前肯定干过，但是没有这么狠，薅人家毛，没薅得这么狠。人家美国的那些人，人家对手盘输得不够惨，所以人家无所谓，是吧？也搞不清楚，甚至不知道这是个局。但这一次薅得太狠了，就是薅毛薅得太多。你剽窃，你可着一个人剽，你可着一个人抄，完了之后抄到最后，你李鬼变成李逵了，你搞得人家没法弄了，人家反击，不就这意思吗？你搬运也是可着一个人搬运，搬完之后李逵分不清，李逵居然被人指为是李鬼，那你说他李逵他就受不了，不是这个意思？这海纳国际人家就受不了了。这些印度的这些权贵权力傲慢，还说明什么？还说明这个内幕交易的人，那么从目前传出来这3、4个名单看，那都是权贵婆罗门，印度的婆罗门，那都是深不可测，都有天线。这个天线插到哪儿都不知道，说不定是插到孟买的权力中心都有可能，这谁知道？深不可测。所以那印度的金融消费者，或者立志成为印度金融消费者的，想什么发家致富，想通过红绿市场资本市场改变命运的这些人，你得考虑一下，这些人连这个不归他管的美国他都敢这么玩，那在他自己的地盘，那还不是他自己做主吗？那他怎么玩？你不能想象一下吗？连在美国的他法律他都管不到的地方，他的权利，他的不是法律，而是法力无边，他的法力都够不着，那地方都不归太上老君管，也不归天庭管，那地方是归基督管吗？是吧？这就相当于你玉帝这边的人这一套玩法，每次都是孙悟空去打妖怪，这个妖怪刚一捉住，那太上老君来了，大圣手下留情，孽畜还不跟我回去，这就完了。但是你把这一套搬到基督那儿，就不说了吗？到基督那儿人不吃这一套，所以按理来说，你这玩法你只能在天庭，是吧？在这个地方，你跑到别的菩萨别的领域，那说明什么？他明知不行，他还敢跑那儿搞，那他在自己的地盘上，那不是叫为所欲为吗？为所欲为，也就是说，你说有多少？这个叫内幕交易的有多少？所以你还指望着在印度这个资本市场赚钱，你也拿个镰刀过去割，人家是等着你进来割，你也拿个镰刀去，你割谁？我问问你，你是白骨精，你想干啥？你是《西游记》中的那些小妖，你也想进去吃唐僧肉？没有一个都想进去吃唐僧肉的，都被干死了。小妖是不是都被干死了？那大的妖对不对？有后台的最后人家都是毫发无伤，回去继续在佛祖帐下听令，伺候佛祖去了，或者伺候原来主人去了，顶多落一个批评，口头批评，孽畜，完了，罚酒3杯都谈不上。这个印度这个故事，实际上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些人他已经早就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所以印度的资本市场搞得乌烟瘴气，他永远成不了压舱石。所以还有很多网友动不动大家希望我分析印度市场明天是涨还是跌，所有想听这个的，你都是那个白骨精小妖，你是去给人家塞牙缝的，你还不死心，你还有梦想，你还有幻想，不切实际。我这个节目从5年前我就说了，我是劝别人戒赌的，是你听我的节目，我是建议你不要参与，你别管它涨还是跌，你不要参与，早割早受益，早一刀下去，早了断，早轻松，早了然。你到现在还没看明白这是什么行情，什么局势吗？你是
人家叫大智若愚是吧？那你是真笨。我看还有人说我忽视这个节目，因为忽视这个节目我已经说了，因为我5年来一直讲这个，我主要是讲印度的湖市场的，它从根上就有问题，烂了，不值得参与，比赌场还要差。因为一直讲这些东西，实际上很多粉丝都听习惯了，流量在下降，流量下降为什么？很多人他就不想听这个我叫军改版，这个节目还在，每天1期，但是呢，我前面会讲印度的上市公司，后面大概1/3来讲当天湖市一些交易走一个交易状况，调侃一下，就这么一个结构。有很多人，所以我看老有人留言说怎么不聊湖市了？你他妈节目都不看，你看到后面就知道了。这是第二个，我要改成调侃，改成压舱石，要不然审查他过不去，认为我是在唱空，你又不对这个节目负责，你又不对播放量负责，你又不充值，你又里面不给我这下面这个打上个$100，在这儿哔刷，你不应该这么反讽，我都忍不住了，你忍不了，你换个地方看，这谁把你当回事？你撒泡尿照着镜子照一照，撒泡尿照一照，你算老几？算谁？你来教我怎么做？我早就说了，你想教我怎么做，你就298乘4乘5，也不知道从哪来的。这人就适合看2手节目，去看搬运的，要么就看抄袭的，因为抄袭的属于改良版，但是里面改的不是那么刺骨，听着顺耳一点。因为他挨了周五2记闷棍，已经绝望了是吧？让我一听到我一讽刺，马上坐不住。这人也挺可怜，这叫执迷不悟。说实话，如果你还在沉迷在这个红绿市场的，早点销户。这个资本市场这是吃人的猛虎，吃人不吐骨头。如果没有旱涝保收的主业，你跑进来纯粹是当冤大头的，是来做贡献、献爱心的。你真正的是有大爱。很多人在现实生活里是非常不顺利、消极，就指望着这个红绿市场改变命运。把自己那个窝囊费攒下来的窝囊费，把自己什么离职补偿金往里一放，指望着来掩盖自己被失业那种尴尬啊，无所事事，空虚寂寞，主要是找不着自己。他寄希望是这个一显得自己好像有事干，第二还赚钱，你看多好多轻松，想不劳而获，想什么财富自由，这种幻想。你说你怎么可能？如果人人都这样把窝囊费或者把什么离职补偿金往里一放，人就不用工作了，财富自由，那你说还有谁去送外卖，谁去开网约车？你还怎么发展你的爱好？你还怎么发展你的特长？你不知道这个资本市场它是个割韭菜的，是风险投资，是高风险，不是银行存款，现实生活都玩不明白。你跑到这个红绿市场，还指望去割别人的韭菜。这个红绿市场有几股资金，它是稳定的往出抽血的，但是谁往里输血？稳定抽血的，你看有印花税，有大股东套现，有上市公司融资拿走的钱，还有什么？还有券商的手续费，交易所的那些通道费，这些都是稳定的，这是赌场要收的钱。好，下面还有赌客要赢钱的，这有些赌客是不能得罪的，比如说养老的钱、保险的钱，还有国家队主力的钱，那就是人家还能赔钱吗？所以说这些又要赚钱，年化是5%、8%，稳定要赚钱走。那你说谁往里放钱？那不就是你吗？你有大爱，你把这窝囊费、把你的离职补偿金放进去，来填这个缺口。所以说不要问我下一周怎么走，我要知道怎么走，我早就发了。我在这跟你嘚是吗？我可跟那个什么任泽平老师不一样，咱们赚的是心安理得的钱，是能睡得着觉的钱。忽悠什么倒车接人，忽悠什么科技牛，这样好了，好多会员粉丝爆仓，损失惨重，有的一辈子翻不了身，有的现在恐怕正在站在天台上，想着下一步该怎么办。你说说，这种钱能挣吗？这种钱有命挣，没命花。所以大家看一看印度这个故事，发生在印度的这内幕交易，你就知道在印度这个地方那都玩烂了。你有什么信息啊？那你不就是韭菜吗？你还去割别人的韭菜？好好反省反省。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点赞评论，谢谢大家。